帶大家來關心國際消息。德國轉送軍用物資的去烏克蘭的萊比錫機場，突然發現一隻有到爆炸裝置的無人機，就隨甲這規個機場攏封起來，加載是無發生爆炸。另外一隻 DHL 的貨機佇空中，哪像是去弄到無人機機頭骨受損。現在德國已經認定這是新形態的混合攻擊。烏克蘭嘛指控總領人都是羅西亞情報單位。在萊比錫機場的無人機重大危安事件了後，德國各大機場甲關鍵基礎設施攏進入上懸的戒備狀態。內政部長杜布林德週五結束緊急安全會議，親身去萊比錫機場開記者會，強調針對幕後策劃者甲動機，目前攏唔通胡白亂藥。Alle Spekulationen, die es darüber gibt, müssen nicht in die richtige Richtung gehen, können einfach grundfalsch sein. Es geht darum, in alle Richtungen jetzt zurzeit zu ermitteln. 德國當地時間初時暗時11點40分左右，萊比錫機場附近出現不明飛行物，讓機場暫停運作。真濟台飛行機必須要轉去其他的機場。警方在萊比錫機場的停機坪發現一隻無人機，就停在一隻烏克蘭安托洛夫大型的運輸機邊啊。萊比錫機場是重要的一般空運甲軍事物資運輸的重點，包括德軍甲北約的軍事物資，也是烏克蘭安托洛夫空運公司的據點之一。德國警方檢查了後，發現這隻無人機內底有爆炸裝置，那像就是用化學肥料甲汽油造成的簡易炸彈，也毋過引爆器可能在飛行過程當中落下來，所以無爆炸。另外，還有一隻 DHL 貨機，在離萊比錫機場6公里遠的400公尺的天頂，甲一隻那像是無人機的不明飛行物相撞。這隻貨機後來趕緊降落漢諾威機場，發現機頭有小可受損。Verunsicherung in Deutschland beitragen wollen. Nicht nur an Flughäfen, auch an anderen Stellen, nicht nur mit Drohnen, sondern auch mit anderen Maßnahmen. Und das ist Teil einer hybriden Bedrohungslage, wie wir sie heutzutage erleben. 德國專責極端主義甲恐怖主義案件的聯邦反恐部門已經正式接手主導調查。德國國會情報監督委員會指出，對無人機停的位置，挖進烏克蘭安托洛夫航空貨機來看，明顯就是鎖定對烏克蘭有重要物流、戰略意義的資產來進行攻擊。烏克蘭駐德國大使指控規個事件，哪像就是羅西亞情報機構策劃。萊比錫這個貨運運輸機場，過去也捌假做是滲透攻擊的目標。去年有 DHL 貨櫃盜貨。德國迄當陣就懷疑是由羅西亞策劃，公司新聞竟完全變形。